今日開箱呢一對所羅門嘅 XT6 Gore-Tex， 我對 Gore-Tex 係有啲迷戀嘅。咁呢對鞋一直都冇攞出嚟着，同埋冇介紹過。最大原因因為佢白色，早排落雨落得好勁，我好中意 Gore-Tex， 尤其是落雨着。但係佢白色，所以呢個就係呢對鞋吊詭嘅地方。佢有最signature嘅藍紅黃色喺中間，成對以白色銀色為主調。呢度有啲舊瓦底啦，又方便行山。我開始留意呢個 brand， 其實就係 Ralph Lauren 着住件西裝，着住呢個牌子嘅鞋，好鬼有型。呢對白色好靚，天氣好，而家可以着出嚟。